無極俱樂部開幕之後，我以為最忙嘅係廚房，結果最忙嘅係一隻杯。喺講訂單之前，我想先交代一件事，點解叫無極？好似會醒酒嘅酒杯，我俾佢取咗一個名 Limitless 無極杯，冇限制，冇邊界。呢個係我對蝦多技術嘅感受。俱樂部亦都一樣，我叫佢無極俱樂部 Limitless Club， 無限、冇邊、冇盡頭。就好似我呢條路，唔知道會行到邊度，但我知道佢唔會停落嚟。上集講到，我喺上環開咗無極俱樂部，一個日本媽媽把東京屋企嘅廚房搬嚟上環，讓媒體爭相報道。影片發布之後，有人問我俱樂部賺錢咗咩？老實講啊，俱樂部本身從來唔係為咗賺錢，佢係一個證明蝦多技術係真實嘅，證明無極杯唔係魔術。真正讓無極杯開始走出去嘅係嚟俱樂部嘅客人，佢哋飲過用無極杯醒過嘅酒之後，反應一模一樣，先係懷疑，然後驚訝，跟住問我呢個杯可唔可以用喺我哋嗰度？我話可以試下睇，於是訂單開始嚟啦。第一個揾上門嘅係麗星郵輪 Star Cruises， 佢哋想喺船上嘅餐廳同酒吧使用無極杯，然後係香港飛行總會，佢哋嘅會所需要一個與眾不同嘅賣點，跟住係 VTC 職業訓練局、中華廚藝學院、香港葡萄酒商會，仲有好多公司機構，一個接一個。我冇銷售團隊，冇廣告，甚至冇網站，每一個訂單都係從俱樂部嘅一杯酒開始嘅。有人問我，你係點樣賣出去嘅？我話我冇賣，我只係俾佢哋飲。我嗰陣時候，我先至真正明白，最好嘅銷售唔係說服，係體驗。無極杯唔再只係俱樂部裏邊一個秘密，佢開始被更多人知道、使用、信任，而呢一切都嚟自嗰個1000尺嘅上環空間，同一位日本媽媽嘅廚房。無極，冇限制，呢條路真係冇盡頭。你有冇過嗰種被看見嘅時刻？留言話俾我聽，下一集我會話俾你知，我係點從上環搬到中環蘇豪東，開咗一家法日式西餐廳 Figaro。 如果你鍾意呢條片，記得訂閱同點讚上呢個頻道。